比前经典赛，台湾队今仔日明仔载要和日本这帮的两银鹰一个火腿队进行交流赛。总教练张浩区表示讲，一个几位选手也未加入。目前呢，会先派这状况以及上好的选手安排上好的阵容。一来姜青龙啊，因为这手脚的问题，决定来退赛，伊会为什么人会来补呢？张浩区表示讲，人选明仔载就会公布。Team 台湾甲日前两银鹰交流赛进前，世界红卵王王正之伫邦协理事长高鼎良顶人陪伴，伫大巨蛋出现，又个手江坤宇，早小学时某一场比赛，徛伫王正之边的相片，甲伊伫开讲。内心是蛮激动的，因为小时候，因为翁场就是一个蛮传奇的人物嘛。那因为前辈有这种的在场上的这种成绩，然后激励那时候还小的我，然后就可以追寻他的目标的那种感觉啊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看到翁场本人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。王正之特别去晓冠社为球员甲教练团加油。尾下的记者会嘛讲，大巨蛋的路程对环境提升、选手的感受拢有改变。台湾棒球的实力慢慢啊挖进日本，希望有真精彩的比赛，勉励大家做伙去美国。できればアメリカでの本戦に行きたいですからね。だから台湾のチームにも頑張ってもらって、できれば一緒に行きたいなとそう思ってます。透过两场交流赛，无意正式比赛情景，不过有几多位选手还未加入。总教练詹浩区讲，以目前的状况维持上好的选手，安排上好的阵容。今年加冕日职的西武赛林安克曾报道，今仔日先发第4棒。场上对投手的应对嘛，然后什么情况该怎么打，对，就是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，跟第几棒我觉得没什么关系。林安克讲调整愈来愈好，江坤宇嘛讲有开始进入正式比赛感觉，那是台美埃诺克的良的，因为倒手敲伤确定退赛。詹浩区讲会为随队支援的选手当中选一个替补。今天跟教练团然后去商议，然后明天那我们才会去公布替补的一个选手这样子。詹浩区讲，内外野拢会是考虑的人选，都看谁的状况准备较好。虽然两个退赛确实影响棒次甲守卫，不过比赛进前也是以上好的阵容去赢战。记者采访报道。